再来看记者的探访。中老昆万铁路北起中国云南昆明市，途经玉溪、普洱、景洪至磨憨口岸，出境最终到达老挝首都万象。而此次让人眼前一亮的是乘务员制服以孔雀蓝为整体色系，以中国国花牡丹花、老挝国花鸡蛋花、云南省省花山茶花等花卉作为主要灵感元素，既展现出沿线沿途生物资源的多样性，又寓意友谊之花缤纷开放。民以食为天，为提升旅客用餐体验，可供应的冷链盒饭套餐有27种，其中专门研发了5种具有沿线特色的套餐，让广大旅客在动车组上吃出色香味俱全的云南味道。前期我们深入了沿线各州市，充分调研了各地的饮食习惯。回来后，我们研发了菠萝饭等新品，既展示了沿线的民族文化，又提升了旅客的就餐体验。中老昆万铁路通车后，将结束普洱市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不通铁路的历史。从云南昆明至景洪仅需3个多小时，至老挝万象有望实现直达运输、当日通达，大幅减少运输时间和成本，对进一步促进我国西南地区对外开放和中老双边经贸合作具有重要意义。